学校当日停课，唔但影响到营养午餐的业者，也影响到供应菜色农民。新竹县农业处甲农会唔甘这农民的菜色拢拍算去，就甲这物件直接捐予社会福利机构。农会当日无用整理包装青菜，无论是高丽菜、白菜等等，每一项看起来拢真清巧。这青菜原底是要提供学生的营养午餐，即马因为学校停止实体上课，新竹县政府甲农会规气转做爱心，捐予社福团体。原本供应给中小学的8公吨的有机蔬菜就无处可去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分成2阶段，一个部分呢就供应给我们的公益团体来做爱心公益。我们转赠给这些社福机构，让他们也可以分享这些有机蔬菜的好处。送青菜货车来到安养中心，把青菜一拿一拿搬落车。社团队讲，农会一届送过来的青菜，差不多会使互中心的时段吃2天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外面的物价其实都会上涨的，所以蔬菜的供应来讲，有这么多的高品质蔬菜，老人家来讲是对他们很大的善举，而且他们也感受到社会的关怀。目前除了提供27个社福团体，新竹县农会把推广有机青菜大包装，内底有几啊项的青菜，提供民众在线顶买菜，安心服用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